民进党团今仔日推选立委蔡其昌接任党团的总调，已经做25年的郭建明嘛正式入任。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已经拍4冬啊，双方拢有180万人的伤亡，不过拢无拍算要离输。香港东河公司对巴拿马运河经营权和法院裁定违反宪法，即摆该由巴拿马的政府来接管。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公视台语台的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明是已经做25年啊。今仔日党团经过推选，交接予立委蔡其昌。郭建明讲，伊希望朝野会当和解，因来立法院长韩国瑜也亲身去拜会郭建明，表达关心。新年快乐，万事如意。亚杯第一，立法院理事举行新春团拜，同一日也是民进党团干部改选日，郭建明的总调电竞之路，面临前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的挑战。对可能是最后一摆以总调身份致辞，郭建明毋忙告政党和解。国民党团总调박근기送温暖，感谢郭建明多年来辛劳。希望朝野真正和解。如果当我时间够多，我相信柯总召在立法院30年。他的辛苦，大家都看见。我们给柯总召温馨的掌声，好不好？民进党团召开党团大会，郭建明表态主动退让，愿意团成。党团最后以推举方式由蔡其昌接任总调，曾水雄接任干事长，范云担任书记长。现场营造大团结气氛，郭建明、蔡其昌也小揽第一。也毋过烘焙着交接总调的心情，郭建明离开无加讲话，立法院长韩国瑜是亲自拜会郭建明，祝贺伊。同一天进立法院30多年前，所以今天柯总召辞掉总召，我来给他打气加油，也希望他注意到身心之间的调节。郭建明担任总调25年来，经过几啊摆的政党轮替，跨过前总统李登辉到现任总统赖清德，伊导入真侪摆国会攻防，见证国会变革，像伫海空战略提升特别条例，批评国民党反对国防来伫进口政绩，伊也亲自解说民进党过去反美股。郭建明也批评在野非宪乱政，也毋过去年大罢免失利了后，赖总统捌表态，总调改选爱符合社会期待。郭建明面临党内逼宫，今总调生涯结束，也代表郭建明的时代结束啊。我们如果遇到一些重大的这个挑战或者一些疑难杂症柯总召都是我们最好的顾问。接下来朝野之间的互动能够更加理性，能够更加和谐。新会期接替民进党团，防假望真深。蔡其昌强调，会甲行政院加强沟通，建立斗达，也会努力让朝野互动更加理性和谐。记者综合报道。民众党立委李正秀因为有中国籍资格引起争议，即摆毋但立委会、内政部，就连行政院长杜英泰拢用女士来个称呼，毋是叫伊立委，这就互李正秀无欢喜啊！批评讲这是霸凌。几百个台商代表食饭，海基会伫3月7日举行大陆台商春节活动。总统赖清德上台致意的时阵，毋但真正介意中国大陆，也是大陆称呼对话，搁再声明两岸目标都是希望交流合作、和平共赢。我上任之后呢，也是一样坚定的捍卫国家安全，维持台海的稳定以及印太的和平。那其中一个很关键的就是希望能够维持现状。新的一年，两岸多一分理解，少一分含义。只要有利于人民的福祉，我们都愿意递出橄榄枝。不过，交流的同时，刘议会嘛提醒台商注意3大风险，包括对华内部经济，也有外部因素。政治方面，也有中共军机来扰台，针对性的常态军演等，应该做好风险控管。那两岸议题，民众党中配立委李正秀，互人质疑登记参选的时阵有对华户籍，无照规定放弃原国籍，诸多问题继续的讨论。他的有关于国籍法及两岸条例的部分程序都没有完备然后相关的疑虑也还没有去除。所有的公职人员，大家是不是对中华民国宪法宣誓？是不是遵守中华民国宪法？
如果遵守中华民国宪法，今天没有任何争议。谢谢。那立委会甲内政部行政院导演台马伊律师称呼李承秀毋是立委，伊批评这是公开霸凌。啊，不过李承秀的就职资格有疑虑，是不是改职嘛引起关心。立法院如果硬是不让他解职，硬是要他继续担任立委的话，法律的责任是在立法院这里。未来他跟你们咨询的时候，你会跟他备询吗？一样啊，我们就按照我们以前的规定啊，我们是称他为李珍秀。邓永定表示，对国家甲宪法的忠诚，若是爱互人逼，都一点仔价值都无。立委会讲，为了避免公职人员产生双重忠诚的风险，未来伫牵涉机密会议，也是质询的时阵，行政机关会以上严格的标准处理。记者采访报道。做伙来关心国际消息。4年前的2月24日，罗西亚入侵乌克兰，这场战争拍到今是已经进入第5年啊。根据统计，这两边加起来，拢总有180万人伤亡，嘛造成乌克兰迄边有几若百万人有路无厝，或者是流亡海外。也目前乌克兰是有19.4趴的土地去予罗西亚占去，因为有其他国家的援助，才无予罗西亚继续软土侵骨。布里戈川普上任了后，就停止军援，致使乌克兰这边是减少13趴的援助。上下岛的其实也是战后的收复。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乌克兰若是要重建，恐惊是要开超过18条的代票。人咧讲战火无情，这双方是拢付出真大的代价。不过因拢无拍算要认输。罗西亚就算是受到国际制裁，嘛无咧惊，用加扣税的方式来增加军费。因为乌克兰迄边的态度嘛大正的，强调讲绝对袂让出领土。这场战争是当时的手煞，无人知影。两军伫乌克兰东部前线的地面战持续进行的同时，罗西亚这阵仔阁是一直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空袭。平均一礼拜有2000台无人机攻击，1200粒炮弹，也阁有116粒飞弹攻击。这个月11日，国会通过立法，逐工早起9点，所有乌克兰人手头的工课甲膝头拢会放落来，为战死的国人默哀1分钟。美国智库战略甲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讲，这4年这场战争死亡、受伤也是失踪的总人数达到180万，其中罗西亚就占120万人，死亡的人数有32万5千人。那乌克兰伤亡的人数有60万，死亡者将近14万。为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无任何强权国家像罗西亚承受这么严重的伤亡，而且过去2年，伫国际社会，特别是欧洲国家所提供的新式武器援助，罗西亚差不多无攻占偌济新的领土。伊攻占顿涅茨克州重要的交通要道，也甲波克罗夫斯克做例。这2年平均逐工敢若向前攻占70公尺。We fought in 2014, 2015, and we only had Soviet equipment. And now we are using modern weaponry. And thanks to that, we have achieved a lot. 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最新公布的民调，有65%的乌克兰人表示有长期抗战的准备。那罗西亚方面同款的民调有达到70%受访者支持普丁的军事行动。也就是讲，虽然双方对战争拢感觉真疲劳，不过大部分的民众拢认为应该增加掌握有利的条件为止。That's the gap. The Russians want the Ukrainians to voluntarily cede those territories in Donetsk in particular. The Ukrainians, quite understandably, have fought tooth and nail for 11 years now to defend those territories, but also fear that voluntarily giving them up would open the path potentially to a Russian invasion of further Ukrainian territories further west. 世界银行23公布的报告讲，乌克兰战后的重建经费恐惊达到5880亿美金，相当是18条7000亿台票，是去年国内生产毛价的3倍。这4年多来，西方盟友已经提供超过4000亿美金的财务、军事甲人道援助予乌克兰。若是罗西亚战争的经费主要来源石油出口，因为国际制裁只好拍折来卖，石油所赚的降到出兵进程水准以下。克里姆林宫所以为今年1月开始实施大规模加税，包括增值税为20%调悬到22%，搁降低小企业免税条件，提高企业所得税到25%。公司新闻王丽文编译。
过来看，川普对点关税和法院裁定违法了后，伊就随改用法条宣布，为今仔日开始对全球统一扣上悬的15%关税。伊嘛警告讲，若是有国家想要趁这个机会变贵变怪，安尼时到拢有可能会甲扣更较重的关税。 We know that these laws work, they're tried and true, and so we'll have continuity. The policy hasn't changed, just the tools have changed. 美国最高法院顶礼拜裁定，川普引用国际经济权利法威胁了后，贸易代表格里尔甲财长贝森特分别无用就媒体对外说明，川普除了重新引用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款对全球统一扣15%关税，也伫真实社群警告，伊指出，尤其迄寡多年来考察美国的国家，若想要利用最高法院裁决，比沙邦会面临更较悬的关税。122条款将来无互任何美国总统使用过，伊是一项临时性的法律。 效期只有150日，英国国会会当决定敢是延长。无将参与少数党领袖杜默已经呛声，民主党会全力阻止。另外，联邦快递23也对美国海关甲边境保卫局 CBP 局长参美利坚合众国提起诉讼，要求退还封扣的紧急关税。同时，川普2.09年一年过1个月回来的国情咨文，都要举行。川普伫这场等于是市政报告演说中，有了坚持可能会搁卡3到6点，尤其对前来听讲的高院大法官。They're barely invited. Honestly, I couldn't care less if they come. Okay. 专家表示，除非有啥物戏剧性的身体案，还是外交政策，那么川普的重点应该会放伫外交政策。另外，一直以来的临时脱稿，参民主党议员的临场反应，也拢在考验川普的调定度。I think he's going to have a hard time maintaining a calm demeanor during the speech. The things that I would look for to really kind of make the news would be any really dramatically new proposals, or maybe an announcement that the troops are going into Iran while he's speaking, something like that. 共和党目前伫众议有218席，一比民主党加4席领先优势较少。加上美国的期中选举一向不利总统所属的政党，所以福斯新闻引用共和党策略分析师康兰特指出，川普伫国情咨文中强调家己的经济事迹变得特别重要。副总统范斯顶礼拜也伫访问中表示，为了川普会提起工作机会甲制造业回流美国，强调美国优先会吸引支持者的赞同。另外，香港一传媒创办人李志英的查某囝李彩也会受邀正做这场国情咨文的贵宾。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英国的前驻美大使万德森，伊因为涉嫌提供机密的文件，予美国牵涉性犯罪案的好野人艾普斯坦，所以今仔日去互警方掠走，也目前伊是已经交保啊。英国72岁前驻美国大使万德森，23伫便衣的陪同下离开伦敦的徛家。美国司法部伫1月公布上新一批艾普斯坦的档案资料，发现万德森甲艾普斯坦的关系真密。万德森涉嫌伫15年前做前首相布朗的内阁大臣期间，提供政府的机密资料予艾普斯坦。伦敦警察厅2月就开始抄万德森的徛家，了后伫23执行逮捕令，并且以公职人员行为失当的罪行展开侦讯。In June 2009, did you stay at the apartment in Manhattan of Jeffrey Epstein? I'm not answering any questions about him. He was in jail at the time for soliciting prostitution from a minor. And my knowledge of him is something that I regret. I wish I'd never met him in the. 万德森甲艾普斯坦的关系上早伫2019年红亚康，2025年9月，美国众议院公布艾普斯坦的文件，搁较证实两个人的交情真深。英国首相史凯尼就马上解除万德森驻美国大使的职务。了后有愈侪档案方公布，万德森承受搁较侪压力，伊想伫2月7退出工党，并且辞掉上议院议员的工课。万德森多年以来拢伫英国政治界走跳，是前首相布莱尼甲布朗政府的核心人物。但因为艾普斯坦的歹代，方刑事调查，专家分析伊方定罪可能。The maximum is life imprisonment, but nobody's ever been sentenced to anything like such a long prison term. Typical sentences in cases of misconduct in public office are 2 to 5 years in prison. 万德森封掠，搁再互史凯尼政府面对大量的批评。史凯尼坦白讲，任命万德森做驻美大使进前，都已经知影伊甲艾普斯坦有交情。
这件事件已经造成2位高层的幕僚落台。英国保守党的党主席巴登录克要求史克尼公布万德森任命案的完整档案，来厘清敢有不当利益的交换，这也让史克尼政府要面对无受信任的危机。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香港中华公司对巴拿马运河的经营权是去予巴拿马的最高法院判违反宪法，所以即马是该由巴拿马的政府来接管。这项判决是引起北京迄边的不满，不过华府这边颠倒是真支持。接太平洋和大西洋之间的巴拿马运河是全世界重要的贸易中心。巴拿马最高法院伫1月底裁决，香港中港科技事业对巴拿马运河两边港口的特许经营权违宪。23，巴拿马政府是正式撤销中河的2座港口的经营权。伫同一天，巴拿马政府以紧急社会利益做理由，接管这2个港口和吊车电脑系统和软体这财产。Que quede claro, esto no implica una expropiación de esos bienes, sino su utilización para garantizar la operación de los puertos hasta que se determine su real valor para las acciones que correspondan. 中港科技事业是香港第一有钱的李嘉诚的家族企业。在去年3月，李嘉诚甲香港和中国以外涉及全球23个国家、43个港口的业务，以228亿美金的价值卖给美国投资公司贝莱德集团。但却受到北京政府的监管单位出手来干预，互双方的交易因为安尼一直吊伫遐。不过巴拿马的这项裁决却受到华府的恶扰，这嘛互外界解读讲，这是一场佫一摆升级的中美贸易角力。特區政府係表示強烈不滿嘅，特區政府嘅態度係清晰嘅，反對任何外國政府喺國際經貿關係中使用脅迫、施壓或者其他不合理嘅政治手段。外交部亦都已經清晰表明，中方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決維護中方企業正當合法權益。巴拿馬總統穆里諾在接管經營權了，表示講政府會公開招標，美國將2個港口的特許經營權交予同一間企業。香港政府除了嚴正抗議，中華嘛表示講，接落來無排除會採取法律行動。公司新聞新路杯編譯。鏡頭話來看美國的東北部，昨因為炸彈氣旋的關係，是落大雪，個透強風，包括紐約在內，就有8個州攏宣布進入緊急狀態，有超過50萬戶攏無電通用，連航班嘛有7400座攏取消。暴雪是一直滾甲，而且佫有強風嘛來擾亂。馬州班斯特伯郡上大陣風，每點鐘來到134公里。這場強佫歹的暴風雪，澳洲政府伫咧22宣布進入緊急狀態，而且針對南韓發布旅行限制。威斯特波特伫咧迄天嘛記錄到積雪91公分。馬州高速公路限速降到每點鐘40公里。波士頓市長吳敏嘛因為這場歷史性規模的冬季風暴，宣布23停課，包括馬州在內幾個州，也閣有包括紐約市在內等等幾個主要城市，攏宣布進入緊急狀態。New York remains in a state of emergency. The travel ban has ended today at noon, but a hazardous travel advisory remains in place through midnight tonight. We are plowing streets and doing everything we can to keep our roadways clear so that emergency vehicles can get through. 这是9冬以来，纽約市頭一擺發布暴風雪警告。百老匯23拜一取消演出，中央公園至少積雪約50公分。布魯克林啊個紅橋區部分地區大概積雪51公分。這個警告嘛是4冬以來頭一擺發布到新西蘭南部部分地區。嘛因為天氣真惡劣，道路攏關起來，鐵路嘛停駛。根據航班的追蹤網站 Flightware， 到23下晡，大概有7400個航班取消，2300個航班延誤，也是預計取消的航班。嘛超過1800個。We came down last night early to stay at the Marriott. We had to get up early and hit the airport, and then of course our flight got canceled this morning at 5:30. 根據電力追蹤網站 Portage， 23中晝東北部超過50萬戶人家厝啊，有點加斷電，主要是集中伫咧馬州啊，有紐澤西州。伫咧馬州有300萬的用戶當中，有1/10是停電的。咱若一直到23下晡，全美國各地有超過60.8萬戶住戶啊，有點加無電通用。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譯。國家語言發展法到今已經實施7冬啊，有學者甲台語團體攏認為講，目前的社會也是真欠缺發展台語的意識，呼籲政府就要甲這台語的專職單位攏設佇咧台語人口上濟的南部。因為咧，阮老師的報告內底有講，就是南方的觀點。
我感觉这是咱讨论这个议题当中一个真特殊的理论。去年12月，伫台南成功大学办的台湾台语政策论坛，省台文系主任陈丽君提出，咱台语的复振需要专行正义，而且爱加入南方观点。到底什么是南方观点？陈丽君讲，这个南方不是完全咧讲实际上的地理南北，是透过文化结合政治手段，甲语言成做一种权力甲位阶的象征。目前台语的地位，都是因为过去的政策推塞发生变化。比如讲，咱若要考好的大学，吼需要什么款语言能力？咱若要是去食公家机关的头路，需要经过什么款的语言这个考试？所以这款的位阶其实是透过文化实践，甲这个政治力，甲这个经济的顺序，透过语言来做一寡排序。长期的语言政策当起兵，和台语复振却愈杀愈倒退。陈丽君提出南方观点来打造台语复振的专项政绩，包括台语专职单位、教育体系评量制度、公共语言权甲媒体配额、所谓语言主权、经济文化补助。有高雄台语团体认为，讲台语人口南部上济，政府煞长期甲大部分的资源放伫北部，一直无看见台语专职单位，若爱设，佮爱设伫南部，才会知影台语复振需要啥。咱若要恢复这个台语这个语言，其实应该为遮做一个发展的重心，等到对于所有的单位来讲，拢会较好。而且嘛，拄则讲，你若投入较少的资源来遮，会当先做一个带头的路用。若是讲有一个较专业的机关，伊会当足专心来研究讲要安怎互这个意识这个代志，互大家是真正入去大家头壳内底。因为就亲像去年。嘛，苗栗遐嘛是有出现讲是意识讲座，结果迄讲师来规节课，甲先可能讲2句台语尔，而且伊一个人搁负责10几场。啊，为虾米？因为就是伫地方的产业，就是我就是消化医生啊。阿卡讲，因为无专职单位来监督，真侪台语活动拢凊彩办。陈丽君嘛认为，台语专职单位是头一步，无论是要建立台语的教育评量制度，还是提升台语媒体配额做语料库，也有上重要的争取经费。若是有大人来带头，台语这个家族都有出头天的机会。记者李新武、柯家族、柯教育综合报道。台语有分几啊种腔口，其中这鹿港腔是真有特色的。有一个少年人就用在地鹿港腔的台语来做 podcast， 讲音乐、讲文学，嘛讲社会事的大细项，希望这个腔口会当保留落来。鹿港腔真有特色，和即马较侪人使用的有色腔是真无共。除了腔口差，变调方式无共，嘛有真侪在地人才知影的讲法。譬如说。我若甲人开讲的时阵，要招人讲，啊，无咱来去食肉血，食肉血人听无啊。啊，咱因为迄个人拢是讲食肉丸。大家好，欢迎收听阿凯亚之声这个非常特别的单元哦。讲鹿港说不尽哦，无毋对。今仔日要讲虾米款鹿港的故事咧？要来讲阿凯亚对鹿港的故事安尼哦。阿凯之声有一句口号，所以伊要用鹿港腔讲万事万物。我感觉。这句口号真重要，像日本时代好啊吼，就100年前台湾人，遐就算知识分子，读个关弄弄遐个人，什么赖河啦，是鹿港因有迄叶明晶嘛吼，足济几啊，因是用啥物语言咧思考咧，甲因的乡亲咧沟通，啊，当然嘛是台湾话啊吼，所以就是这物件较早绝对是有这个能力来处理在搁较。按讲更较复杂，还是讲更较幼稚的一寡问题。这是一个会使做家己哦，会使骄傲讲台语的时代哦。不过，这款的幸福不是理所当然哦。咱也知影台语吼，一直咧消失，咱的社会对本土语言的认同吼，也阁有一段真长的路爱行。所以，用台语讲万事万物，就是对家己有自信的表现哦。安尼，台湾才都向世界展现咱多元缤纷的花蕊哦。阿凯用行动证明鹿港腔台语的搁较侪可能，嘛伫甲鹿港腔找转来的过程中，找到家己的认同。无论是在地腔口，还是历史建筑，拢是一个所在真重要的文化，需要大家做伙来关心甲保存。记者综合报道。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祝大家平安顺心。我是张曼婷，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